好好。今天呢，我们顺德大集的一天，每周二的今天，好多农民都过来这里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新疆耶教巴扎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干大集的过程。走，太爷。谁给我20个？说他也只转一转。几张买的老板？老板这个多少钱？20块钱嘛。现在一个大爷130，把老板给吗？140，140。来，谢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块钱，羊毛对，确定是羊毛，不是羊毛你找我来，我给你退，给你赔。哎，大姐，穿这个吧，这个更合适你。老板，这个要20吗？20块钱。15给不给我拿回去？好，拿去吧，给你。哎，是不是玫瑰了？没事了，已经说好了。这个也可以吧，大爷？可以。大小也真好。来，老板给。师傅是个狗肉。师傅2个凉面烧面。哇！再吃。对。他也说不算账，那是我没有钱，别说废话哎。老板，这个咋买的？1个1块。哎呀，你选啥？拿大一点的嘛。好，便宜点。大西，爷爷朋友来了。喂啊，好，他把这个抬起来给他吧。爷爷在家里，这个给他就行了。行了。